1883年中，Tesla 正值心灰意冷之際 ，Strasbourg 前市長嘅馬波信帶來了富商表示對 Tesla 的發明充滿好感，令佢感到希望。於是 Tesla 喺這個前市長同幾位潛在投資者面前展示咗全新嘅交流電感應電機。雖然佢哋好有興趣地聽 Tesla 講解其中原理同價值，但係好明顯佢哋唔明白呢個發明對將來發展嘅重要性。最終沒有投資落呢個發明身上， Tesla 只好決定前往美國。1884年，Tesla 喺兩個叔叔 Peter 同 Peugeot 提供嘅資金下，搭上 Celia Bridge 鐵路前往美國。呢段旅程同佢人生一樣太唔順利，不單隻佢寄船票、錢同行李都俾人偷走咗，更慘嘅係船上發生叛亂， Tesla 差啲被拋落船。事件之後雖然平息了，最終可以到達美國紐約，但呢個時候嘅 Tesla 身上只得返4美分同成為殘骸嘅財物。